云林大溪一道蛤蟆田，那像是因为附近这水门操作有走进去，转予一寡太高水安尼直直灌入去地下内，结果规窟6分地将近9000斤的蛤蟆完全拢损失去，上无死了60万。这头家是来要求相关单位爱赔偿，也那县政府是表示已经请包商来说明。 勇士河行伫粉桥池，随手鼓起池中的粉桥，有的粉桥淡薄仔开倒啊时也看会到吧。不过多数拢已经全空壳死亡。西顶勇士河的讲，这个月10日下到海水饱流，不过亲像水门人员操作无细致，造成海水灌入边的沟仔，将垃圾水直接排入粉桥池。水门的时阵，结果的时阵，因做好的时阵，规无卖的时阵，将一寡海水入来的时阵，按沟仔。 按这条沟仔入来，将我的海水规个拢倒往我的窟内底，形成我的蛤蟆的阵全部拢死亡啊！西顶勇士河表示，伊的粉桥池放养大约6分地，约9000斤的粉桥全拢死亡，估计损失超过60万。附近也有勇士池，予垃圾水灌入，好佳在已经是空池，也阁需要消毒。对此，云林县副水利处表示，已经请相关包商来说明。请施工厂商先洽澄清人。 去了解一些现况，那后续也会启动保险的一个出险的一个作业，那让我们的一个保险公司来进行所谓的现场的一个事实的一个调查。那如果调查如果有确切属实的一个状况的时候，我们将会请由保险公司来做一个理赔的一个动作。 水利处表示，19接到定情钱反映了后，会同相关单位现勘赔偿责任归属。不过，因为最近几年，云林沿海地区常有粉桥死亡的情况发生，希望定情钱提供更较侪事情。目前是等待保险公司调查结果了后，才会当确定讲有符合赔偿的相关条件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